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要入去羊巢，无对门入，对别所在搬过去的，是贼，是强盗；对门入去的，则是羊的牧者。雇羊的甲牧者开门，羊会认得牧者的声，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，带因出来。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，行伫羊的头前，羊就对伊行，因为会认得伊的声。因一定袂对生份人，颠倒会走闪，因为因毋捌生份人的声。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喻，毋过因毋知伊伫甲因讲啥物，所以耶稣佫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是羊的门。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，拢是贼，是强盗，羊袂听因。我是门，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，会安全，通出出入入，佫会找着草埔。贼来一定是要偷掠、要杀、要毁灭。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得甲真丰盛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